來看日本的長崎呢，昨是來舉辦81周年原子爆炸和平紀念典禮。也毋過，咱駐日本的代表李易陽，伊煞用缺席來表達抗議。伊講，咱台灣的座位呢，是互人安排佇個外交代表團這個區域以外。伊認為講，這就是日本咧配合中國打壓台灣。因為咱外交部是表示講，會繼續甲日本來溝通。黙禱。日本長崎市催告舉行81周年原爆和平紀念典禮，首相高市早苗親自參加，各國政要書記也攏受邀請。不過，咱駐日本代表李易陽無來，也發抗議聲明講，長崎市政府把咱方的座位安排佇個書記團區域以外，挑工矮化咱國國家甲地位。雖然降級戰績，由駐福岡辦事處處長陳明順參加，李易陽批評長崎市政府態度親中，配合中國打壓台灣，讓人感到遺憾甲失望。李易陽2025年第一遍被邀請參加長崎市的典禮，座位是一個國際 NGO 團體區域，希望遵以展現誠意去參加。不過，佇溝通1年了，也是無效果。對此，長崎市回應，台灣代表甲去年同款是海外式，並無降價。外交部講，咱今年座位換書記團區域比去年小可較好，不過也是真無適當。對於長崎市政府受到中國的壓力，使得今年和平紀念儀式對我方的安排尚有欠妥之處，外交部仍表遺憾，將持續透過適當的管道向日方說明我方立場。甲李易陽2年去參加廣島市典禮比起來，攏是甲其他國家書記坐同一區，可以個規格禮遇。學者認為，日本政府最近對於台灣問題的態度較謹慎，可能甲主導對中關係緩和的外部性態度有關係。11月的 APEC， 日本外務省希望可以利用機會來緩和現在非常緊張跟惡化的中日關係。日本官方最近對台灣的發言會相對比較保守，可是不代表對台灣的政策是有所改變。學者認為，李易陽主要是要和外部省了解咱方嘅立場，並不是針對高市早苗。不過，在這麼日本希望會當促成11個中國加日本的會談，所以台灣加日本的關係是不是有變化，咱就要繼續觀察。記者綜合報道。